一起去了後花園的荷花池，回來後從未進過正殿。你說你見我進了正殿，我何時進去，何時出來？出來後又見了何人，去了何處？休要狡辯，夜明珠藏於你房裡，證據確凿，我不得不承前毖後，以正後宮綱紀。論罪，本該賜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暫且關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別說砍去芈月雙腳，就是碎屍萬段，沒有偷，就是沒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還有多硬。母後，此事定有誤會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兒確實與舒兒在一起，夜明珠之事與她並無干係。捉賊拿臧，你不要再為他開脫了。我不是為他開脫，我說的是事實。我這麼做也是不得已，殺一儆百也是為了你們好，免得你們被這個賤人都给帶壞了。皇公子，綠蘿，何事讓你如此慌張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賊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腳。淑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請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麼會有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趕快把事情的經過詳細跟我說說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話就說嘛。是你拿了夜明珠？是，或不是？是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你拿了就拿了，為何要栽臧別人呢？怎麼？微後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雙腳，讓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兒家，你的心怎麼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兒從來沒有愛過你的事兒，你為何要這樣對她？說起來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過，她的確愛了我的事兒。月兒愛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說過。你自小只喜歡芈月一人，她若從此不再出現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歡別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兒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會對你有半點情意。你說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微後向來固執。只怕即使我出面，他也不聽一個字。夜明珠是南後的，太子能否說動大王和南後去過問此事？這很難說，不過我可以去試試。謝太子。微後，大王跟南後來了。這麼晚了，他們過來做什麼？說是找到了偷盜夜明珠的真兇。是嗎？芈音。大王告訴我，說你親口向皇公子坦誠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為嫉恨皇公子與芈月親近，故而栽臧於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後聖明，嬰兒自小由母後撫養，待嬰兒宛如親生，該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臧陷害，均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與芈月無冤無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會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爺，殷公主適才不是這樣對我說的，她說月公主愛了她的事兒。不錯，皇公子，我是對你真心傾慕，也知道你與芈月偷偷眉目傳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歡你，也不能為你而替她背這個黑鍋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脈，你怎可滿嘴胡言，出爾反爾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氣急敗壞。芈音沒有做過的事情，如何承認？你們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後，婴兒冤枉，被人誣陷。愛妃，你看這……依臣妾看，這兩人當中，
定有人是在誣陷別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誣陷的。都是些沒用的廢話。母後聖明，應當比臣妾心裡有數。蒼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。